好吃，好吃。你是呢什么老人通用案例哦？阿玲啊，莫话太久啊，多多爱睡困。爸，你看清楚，係你醒，係妈妈。有一场是爸爸因为生病的关系，然后在模糊之中把我误认为妈妈。那我那一场戏对我来说其实蛮重要的，然后我们两个还会一起，就是互相拉扯一下，可能会跌到地上。就是他在跌倒之前跟跌倒之后。他对于妈妈，他是有心结的。我很希望他最后是可以对妈妈的心结是可以释怀的。对，所以那场戏对我来说其实印象蛮深刻的，因为即使难过，但我最后反而是用一种我想要重新拥抱回忆的方式。去对这个角色、对这个家庭达成一个和解。那凶是给怎么办？你做的做不该是吗？记哦，无爱开店的迄记个事情，因去赶快想办法赚钱。啊，反正没某嘛个事情会做啊，你就天天爱看他做油条了，买就好嘞。就是因为徐一起很突然的去世了，让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从哪一个方向走，还是他如何走会比较好。就继续讲店做就好。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。不管是读书也好，然后嫁来这里也好，反正以一个新住民来讲的话，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，很容易会觉得寂寞，还是很容易会觉得这里不属于他，也会有时候会问说啊，我为什么会在这？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实习生。你知道我在那个剧组里面的称呼是什么吗？我是致实演杨富江，制片实习演员杨富江。我有因为我怕大家会好奇。你看，我没有骗你们吧？致实演小天使。然后嘞，我现在要干嘛？他就来这边。他的三花剧啊，就补光点，补光对。真可怕。